世界萬行內，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這兩天，你敢有看到對話習近平大殺四方？軍委會7人有5個人去武裝，佮講啥物？有一軍人新大將，只言我是白頭王。東邊門裡福金劍，勇士後門入地宮。咱看因敢有氣力，過來拍台灣呢？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到底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洪耀南。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英語教授王明賢。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陳世民。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晚安。那麼然後呢，還有主持媒體人康仁俊，還會到現場。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中國政治界有了大變動，這屆是上關坎的一個關，去讓人背掉。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張又俠，還有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兩個人攏被抓起來辦。學者表示，習近平愛安尼做，是要為着穩定家己的政權。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立案審查調查。中共20日開政部局主要領導幹部研討班的時陣，就無看到張又俠加張振立，換屆迄當陣就佇咧搖。今年75歲張又俠，互人認為是坐佇咧強軍的第2位，不能便參加中華邊境戰爭，是少數有實戰經驗的將領。甲習近平一家伙仔是世交，是正統的紅二代。無論誰想把台灣以任何形式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國軍隊都絕不答應，絕不手軟。61歲劉振立資歷也真完整。2023年3月，接中共軍委聯合參謀部的參謀長回看中共第20屆中央軍委會名單，包括原本的副主席胡維東、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前政治工作部主任廖華等人，攏先後落台。再加上張又俠加劉振東，等於是軍委高層只敢若剩主席習近平加副主席張成明兩個人。學者認為習近平全面清洗強軍高層，是為了要長久執政。軍方的一個高階體系，很明顯的都受到習近平高程度的一個質疑、貪腐的問題。那第二個就是權力鬥爭，傷害到習近平這個軍委主席他的一個權力，那給人家感受到似乎有某種程度的一個權力鬥爭的一個色彩。在歷史上，儘管中共有可能借由外部戰爭轉移內部，但是由於台海的情境不同於越南跟韓國，所以習近平他應該是不會敢採取軍事冒險行動來入侵台灣。專家認為，習近平一個人做決策，權力攏佇咧伊手內，就可能用對外衝突來加強內部的團結。所以以後台海局勢，咱就要講謹慎面對。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啊，這個觀眾朋友，如果你啊平常時佇網絡頂頭啊，看到一寡吼，這個翻冊，啊咧講甲吼，這其實這個劇本已經寫走2檔啊。啊，足濟是向鬥來鬥去，還是安怎？啊，是真正是貪腐，還是講是去牽着這個習近平的這個權？這攏無重要。今仔日咱主要讀一個要發問的，就是講，伊今嘛這個能力之下軍委會7個人，剩2個含伊家己，伊還夠有氣力，通好來攻打台灣嗎？而且，譬如講，這個張又俠甲劉振立，因的人馬愛規攏洗掉嗎？啊，若洗掉，哇！我甲看起來有一個數字哦，敢若這3年以來，超28個上將，28個青的攏無去，所以我要先請教洪教授吼，這個代誌到底對習近平來講是足嚴重，所以我甲洗掉，即馬無代誌啊。即擺會當好好啊行我家己的棋，還是講嚴重的代志，才要來開始。
基本上吼，這件代志已經發生差不多2年外嘛吼，咱主持人都有講到吼。但是這一寡狀況在看者，就是講，這是中國解放軍建軍99年來第一屆軍人無佇個政治政治委員會內底，吼政治局內底第一屆無的，吼這是最大的狀況嘛吼。第二個就是講，連毛澤東迄陣時就阿久咯，係比例我懸。第二個狀況就是講。解放軍上大的軍種就是陸軍，目前陸軍無半個上將，攏掠去啊，沒有上將，陸軍已經無上將啊。哦，這是第二個，咱會使看到吼。第三個就是講有上將，咱拄仔講有40個上將，即嘛剩4個，吼剩4個。啊，所以包括這個劉振立用掠去，伊就是參謀系統嘛，去用處理掉啊。所以即嘛就是講為了要整個要改變。好，咱來看者，叫做解放軍的這軍委會，這是咱來組成的，就是講要來集體做決策、決策嘛吼。但是集體做決策，較早佇毛澤東的時陣，副主席攏講處理掉啊。吼，包括劉少奇啦、彭德懷啦，包括上尾後就是林彪副主席攏講處理掉去，表示這制度是有問題。好，啊，鄧小平以來，伊想要改變嘛，所以1982年，因咧修憲法的時陣。就是講軍委會什麼人負責？主席負責者啦。好啊，所以說這屆叫張又俠的罪名是什麼？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就是講你跟破壞掉這主席家己一個權，這個伊個權嘛。所以講這是雖然是一個委員會，但是權是主席的權。好，你副主席你是無這個權的啦。吼，那即擺變到從7個變成咱2個。這狀況就是內部習近平下骹的小派系咧鬥爭，就是講張又俠、劉振立因這派，甲所謂較早咱就舊年苗華、何衛東這派的鬥爭，啊，所以一定是舊年叫何衛東掠入去了，一定佫揀出來嘛，啊，佫揀出來，所以下骹解放軍這個尾關最嚴重的，貪污最嚴重的，所以一關，所以唔敢升嘛。這大家攏是尾關買起來啊，大家攏有關係扭起來啊。啊，這種呢，這邊來解釋，這是鄧小平1988某年的時陣，互因解放軍的啥物做生意，所以軍中大家攏做生意嘛。哦，比方你經營什麼 KTV 啦、酒店啦、夜總會啦，啊，鋼電公司起厝攏有，所以解放軍大家咧經商了，啊了，賺到錢啥物就是尾關。所以就歸關，即馬來排處理就是講，這大家客攏有關係。啊，若規個攏背掉，啊，毋就攏空去。啊，所以即馬伊講嘛，不管烏偌淺，攏要往。啊，所以即馬暫時就是會閣看一部分嘛。所以咱看伊戰區的迄個司令官，即馬目前敢若東區甲中區有嘛，其他攏無。係，按這兩個閣是當時12月中升起來，其他攏即馬攏閣空掉的嘛。好啊，當然網絡足儕人咧講。是咪？迄個張又俠要調軍隊入來加城，迄是無可能的。因為這基本上，你這軍委會是咧決策，軍權攏佇咧司令部啊，對，政府的司令。啊，政府的司令2個人啊簽名才有通打。政府的司令攏基本攏欠的，攏無保到人，啊是要調什麼人？我哪有可能會調變？所以老師，咱先停喺遮吼，也許觀眾朋友平常時無咧接觸啦。迄卡本就是講有2幫人咧鬥爭。但迄陣時，習近平就看講啊，無互你鬥，哦，想摕伊政局，我就辦相，哦，絕對毋是，就毋是以前咱想的講啊，即個張又俠要來鬥這啊，要來劫持即個習近平，啊，要來鬥即個苗華甲何衛東，這攏是伊的人啊，攏習近平的人啊，攏是伊的人。啊，張又俠佫是目前處理的軍，要解放軍處理過。軍階上懸，而且是啥物上最會啊在任的，啊，佫是自細漢鬥陣大漢。對啊，啊，所以一定是關係袂歹，所以20大再就溜入來嘛，佫繼續嘛。所以這一路咱有甲咱佇網絡咧看講啊，伊咧鬥，所以我頭一開始就講有意軍人新大將，姓張的哦新大將啦吼啊，只言我是白頭翁，講啊無啦，迄白頭翁哦，其實就是習近平家己啦。哦，這推背圖啦，吼，算來我要請教王老師。是，王老師，同款問題，你認為這是習近平要開始轉好的開始，
還是講會轉歹去，規個攏抽去。敢若講吼，我這一支喙齒吼，到底是神經歹，我敢抽神經啊爾，還是講無哦，這起做攏歹去，規個慢起來。王老師，伊咱拄啊，王教授講吼，講即屆迄個張幼霞吼，甲劉振理的罪名吼是5個嚴重啦，嚴重的問題發生啦。啊，其中一個上重嚴重是因破壞這個軍委組織負責制吼。啊，普林個時大家唔知什麼叫做軍委組織負責制。其實咱咧2015年吼，解放軍部就這個分析，什麼叫做軍委組織負責制？伊有三個重點，哦，這最重要的。這甲咱小談要講的問題有關的。第一是講全國的武裝力量由軍委主席來統一領導甲指揮，這重要哦。第二點，國防甲軍隊的建設，一切重大的問題，那由軍委主席來決策甲決定。第三點，中央軍委全面工作由軍委主席來主持甲負責。意思是講，所有啥物代志，不管是建軍備戰，攏愛由軍委主席負責。軍委主席干了一個哦，叫做習近平哦。2012年以來到現在，就是他一個人哦。所以軍委副主席不管2個、3個，不管有啊無，不管軍委委員有偌濟，攏無共款。寡人而已。因為習近平為2013年開始要強軍夢、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伊的目的就是要2035年軍隊國防建設現代化，啊，到2049年建設世界一流的軍隊。啊，伊若要安尼處理，伊照伊的步驟咧處理，所以2015年伊就開始做軍隊的改革建設。迄當時呢，伊裁軍30萬，啊，甲迄個軍區本來有7個軍區嘛，變5個戰區，所以拄啊，王教授講，等咧迄個江澤民，等咧迄個胡錦濤時代，互因去經商，互因去工廠落去趁錢，他上尾尾應該當地甲勢力結合，變無法度可以控制。啊，習近平2015年就講，啊，即擺變5個戰區，甲因重新調整，所以伊的勢力就用拍無去啊，重新開始啊。哦，啊，重要就是講，伊甲迄個5個戰區變成主要負責作戰，所以伊的東部、中部、南部、北部就要插。哦，啊，問題是講，伊若要作戰，當然是即個政府裡負責作戰，所以政府裡做啥物計劃，要攻台啦，吼，要做演習，攏是政府負責。吼，啊，毋過伊為了要控制這戰區哦，5個戰區，伊等咧中央軍委會有設置個中央聯戰指揮，伊是總指揮，伊是總指揮啦。是講你來拍台灣，我講會算。哦，所以我感覺講，即屆即個張幼霞甲迄個劉振理，伊兩個用落來，一定有足個原因吼。啊，毋過咱嘛感覺講，會使用4個字來代表，就是講功高震主。你是副主席啊，你來使管軍事、管決策、管所有一切對個參加的目的。因為2023年，伊嘛去美國，甲迄個美國的迄個國安會顧問吼。嘛有一寡談話吼，秘密會議吼，所以即個嘛有人咧講啊，伊泄露中共好機密，迄是無可能的代志啦。因為伊的身份在裡，管老去做這代志吼。所以我的意思是講，這是習近平的伊的軍隊改革，伊會將你軍隊的一連串的計劃，伊會繼續做落去。所以伊感覺講，軍委會內底就7個變2個，迄也無要緊啊，無差啦。因為你若講要決策要作戰。伊會使決定啊，因為負責要作戰的計劃啊、準備都是政府去處理的，中央軍委是甲他協調啦爾，啊，最後伊來管理，所以我感覺講，為這個態度來看，伊的對台政策是袂改變的，伊的教育部署，伊怎要推動一國兩制和台灣方案。但是抽這28個上將，28個青青，啊，而且刷落去，我想劉振立啦，還是這個張又俠，因這種老軍頭。喺內面是參加，將官以下，攏是伊個人。所以因為2012年伊調來了吼，伊甲軍隊吼，一寡軍官吼，差不多20萬人去用清洗，去用改編，去用迄個檢討，就是講你的政治無清氣，你落台，你賣做兵，你換專業吼。啊，小將以上有160個，小將、中將、上將。
軍委會的委員差不多有10個人去用清洗，副主席差不多4個人清洗。你若講照這個數字來看，這無啥啦。今年是2026年，明年2027年伊的21大要開始啊。所以對伊來講，這今年伊會使好啊來了解講伊的軍中的勢力款嘅，然後來排列人選，那麼所以上條伊是要建立徐家軍一人決策為主，然後明年進入21大，伊再重新來經歷伊的領導指揮班子，所以這是思考啦。是，陳老師，同款問題，你認為這是習近平開始衰落的開始，還是佫要再次強起來的開始？基本上只真儕傳聞啦，吼。然後照目前這樣來看起來，吼，比如講昨昏拜一、今日拜二，其實你看中國的股市佫是平穩的，吼。拜一的時陣，習近平佫接見芬蘭的總理，伊明仔載應該是會接見英國的首相啦，吼。我相信伊也是講權力無穩，應該無講會去接見外賓啦。所以照目前安尼看起來，基本上我是感覺講伊無啥物有人會使去挑戰伊，還是講權力無穩的狀況。因為都像阮拄仔阮老師講的，只要掠張又俠，毋是講掠伊一個人的問題，伊下骹有幾千個高階的軍職，攏是張又俠的人。你未來可能一段時間，你要慢慢要甲伊清楚，你軍心就動盪啊嘛，吼。所以基本上我是認為啦，當然我還是相信講，只要習近平伊權力是愈來愈強、愈來愈大、愈來愈集權，像一個獨裁者同款。吼，因為我是毋是講真正講無啥物有可能會一寡動盪的可能性。吼，因為張又俠有兩個真重要的身份，一個伊是軍中最高的職位的將領，第二個伊是紅二代，唯一一個佫離目前的政壇上有實權的一個人。簡單講就是講，伊是張又俠是唯一一個離目前有可能會使扳倒習近平的一個有實權的人。然後這樣這個人安尼落來，然後為什麼落來？其實這樣個真濟眾說紛紜，唔知影是啥物原因哦。到底是毋是講內面因為明年要21大嘛？內面是毋是講有人要集結要來鬥倒習近平？無下習近平明年佫會再連任？這真正咱大家離外口咱嘛看袂清楚。所以我知會使講不確定性佫是真懸啦。未來安怎佫會使繼續觀察。但是伊安尼一擺背遮多，應該是相當有自信，講我背遮多，我免驚恁會反背，我甲你背起來，空我照常我家己寡人而已，新大疆就是我自己。對啊，無毋對，當然伊是，我相信伊到目前看起來，伊可是權力足大的，完全伊畢竟伊個獨裁。要個這樣問題就是講，你連張又俠這些甲你是所有的華小，從小到大大漢的人，你攏會使無要相信伊來甲伊鬥倒，安尼基本上你佫會使相信啥人？基本上佫有啥物人，你下骹的官員會使認為講，我一定會下習近平安尼繼續相信，然後你習近平袂甲我鬥倒，這就是問題所在啊嘛。就像人過去講的孤家寡人，那種中國過去那種帝王制嘛。孤家寡人的用你高處不勝寒，你權力越大，你爬得越高，你越不相信旁邊的人，你跟你旁邊的人就越來越有相當程度的一個互不信任感。這樣就是大家會煩惱這種問題的。好，到底講你習近平真正講，你有法度完全控制你這麼大的這國家的所有的官僚體系嗎？我是剛剛講夠很大不確定性啦。對，認真，你家己安怎看呢？因為這過去是傳聞太濟啊，即擺愛甲過去的傳聞攏甲放回講，無完全這卡本就是伊家己寫的。那真濟人無法度接受咧。無喏，這82軍佫是驚啥吼？6環7環也佫咧等咧。張又俠無去用掠着。你安怎看講習近平伊安怎行這盤棋啊？我老實講哦，這兩天大家看媒體的報道哦，確實傳聞足濟啦吼。你看比電影佫較電影吼。你講82軍安尼哦，講啥物軍車大家咧包圍哦，講啥物這張又俠本來是要掠習近平，佫掠一個風聲走漏去哦。是個前走2點鐘，報所伊的人佇邊啊，大家發生慶典，安尼砰砰砰砰砰，種過死幾十個啊，我講敢若好萊塢的電影嘛哦。
但是因為我本身家己是軍體落來啦，吼，我以咱台灣軍方的體制來講啊，吼，今仔日你講要做到國防部長哦，還是要做到全軍的總司令來講哦，一般來講，你佇部隊內底一定有你家己的人馬，這個人馬會關係到就是講，比如講我今仔日某某某去做一個部長，我對於這個部隊，我對規個國防，我有啥物規，倒一款的規劃，這個做落去以後，伊會規貫攏落來。所以你看，伊即馬遮濟人安尼去換，習近平伊即馬上任幾年啊10年有數了。啊，逐年攏伫武這。對啊。你軍方的情勢，逐年攏安尼武，我就講嘛，啊，伊要安怎做一個一致性的物件，你無法度嘛。你講做一個部長，你莫講做部長，因為對中國來講啦，吼，咱就講嘛，軍權是一個啦，黨權是一個啦，但即馬看起來上大的問題是政治問題嘛。就我若認為講你真仔日，就算講你甲我足親的，但是我感覺講你會威脅到我，無要緊啊，你即馬起來，過2工就你落去啦。李尚福伊做國防部長做偌久？無啊。做無幾個月呢？嘿。啊，你換人敢若你換水的，所以對習近平來講，伊即馬即個軍權你要交互誰？問題毋是講要互伊的軍方有一個正確，還是有一個發展的道路，伊袂要行即段。伊敢若希望講遮個人會使互我掌握。啊，你若是以這個狀況來講的話，你看這幾個安尼落來，就算講即馬留一個，叫做張生明嘛。你看大陸的媒體是安那，因下骹是安那去傳的。佮開始講伊要辭職啊。係啊，佫講啥？這個張生明是這個張幼俠的人。係啦。啊，結果講啥物？習近平要派人去掠這個張幼俠是講迄個門是張生明甲頭開的。唔，啊！你這來舞一個啊，不只是電影嘛，哎，敢若玫瑰瞳鈴眼啊，大家報好來報好去啦。所以我感覺即馬大家愛較關注另外一個問題啦，哦，因為過去認為講這個張幼俠伊本身佇台海問題內底哦，屬於較保守派啦，哦，講較白土當啊皮嘛，哦，因為伊本身拍過個越戰嘛，哦，啊，伊家己本身對於部隊來講，伊嘛是有家己的想法。是毋是因為伊的想法，和習近平認為講，你即馬安尼甲我主動，互我變無民主嘛？吼，你看真濟講伊佇公開場合內底，哦，啊，什麼習近平要行，要菜安怎偷咧咧安尼，啊，佫講什麼佇一個小房間，兩個去開會講，轉倒轉伊，甲轉倒轉伊咧啊，佫講我今仔就無互你走，你即馬講要安怎？啊，你即馬傳出來，我講真正吼，對習近平來講，即馬傳言一直對，掠遮的人是一個問題啊。這傳言一直出來，對習近平來講，伊敢袂有壓力？講今仔日我甲掠是因為伊敢會亮？今仔日我甲掠是因為無甲我看迄眼內？今仔日我甲掠是因為哦，原來軍的無要聽你話，是聽這個張幼俠。所以我即馬看嘛是民主呢吼。對啊，所以掠去的人已經掠去啊。但問題是習近平即個煞來，伊要安怎甲這個軍權會使互伊？你即馬面寫伊的人哦，你即馬聽我的哦。放人落去是一個問題啦，但是我即擺較會煩惱對外界嘛有一個較擔憂的部分，就是講，伊敢有可能講，因為伊即個外互內部的問題愈來愈大，所以伊會採取一寡較激烈的方式，外部的方式。嘿，按照那講嘛，吼，就是這個內銷轉出口嘛，哦，啊，我內部的問題無法度解決，我就創造一個更較大的問題，哦，塑造一個這個共同的敵人。互大家在這個部分內底，互我會使一把抓，哦，所以我感覺對習近平來講啊，這10幾年的時間來，倒一年無聽到伊佇陳述。你講一武28歲將軍，哦，星星一大堆安尼扭去，要做甲將軍，要做甲星星滿天星，佇中國內底嘛無遮簡單嘛。啊，今仔日講挽掉就挽掉啊。對習近平來講啊，處理人是一個上簡單的問題啊。我認為處理人是上簡單的問題。要安怎收煞？對。你要安怎互後壁更較起來的人講好？今仔日你挽掉啊，今仔日我起來，明仔載換我去用挽掉，換某咪人起來無？我感覺對習近平來講，伊要安怎去掠這個人？咱以前講帶兵愛帶心嘛，但是你看這10幾年來，心習近平無掠掉，軍伊敢真正完全會使掌握了。這我請教洪老師吼，因為我看過長江這個消息。張幼俠叫人掠了，過長江伊就出一個，黨中央透過新的解放軍選舉，即發布，
解放軍的選舉，咱都唔捌聽過。講解放軍內面，原來我深入了解了，伊的軍隊內面有黨的這個支部內面，直接囥佇遐，唔是親像國民黨過去是用透過這個政工體系來監軍，無，伊是直接種佇遐，而且一直到差不多旅團級的，這種兩套人嘛，兩套人，煞來到了旅團以上，才變做一套人。伊即馬想要創啥？這選舉主要是重點有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是黨代表，黨代表因為愛參加愛選中央委員嘛，中央委員，愛黨代表本來3千，選軍家己伊差不多20幾%嘛，有按照比例嘛，那3000個就20幾%，就差不多20%左右，伊本來選出來。第二個部分就是全國的代表，人民代表人大。甲政協這兩個部分，伊嘛有這部分就是有軍的代表嘛。過去這攏是啥物？政委咧處理，就較早苗華咧處理這塊，愛咧處理嘛。愛這塊是甲黨的啥物組織部，伊就是按照配這制度就是叫做上下反覆醞釀，下骹人愛報起來，面頂佫看賣會使無？思想檢查一下背景會使無？確認這是毋是咱家己人？嘿，大概就是安尼。但這重點選舉無重要，無重要，因為基本上選舉攏是形式的啦。過程安尼。我是感覺伊這時間點現在，拄啊，汪老師在講的是明年就21大，21大伊就愛先產生啥物？黨代表嘛，就愛公布黨代表，伊即馬2027年初就開始啊。就開始運作啊，運作要開始要開大會着，所以即嘛是甲公布一個要來選，看到一區政區的比例大概安怎樣吼，基本上迄是一個形式的啦，迄較無重要啦，基本上就是講，伊即嘛解放軍這個法度政變無足困難的，佇毛澤東開始攏你話控制袂曉政變，袂曉政變啥呢？則像你講張幼俠邊啊，水務啥物人派？中央警衛局派。中央警衛局上咧管，蔡奇咧管，對啊，所以你啥物人動作攏知嘛？迄陣林彪要叛逃，嘛是中央警衛局回報毛澤東的啊，就攏大家攏了解嘛。包括你要來開會，你邊仔人請愛交出來啊。所以伊攏利用開會來掠人嘛，叫來開會，你掠人做簡單代誌，所以無可能這政變，你政變就愛加上中辦主任，就是中央警衛局嘛。過來就是公安局嘛，過來你軍咧愛有人嘛，大概愛夾殺三個卸力啦，但是看起來是有困難啦。但是即個的事件，你講因咧鬥爭甲台灣有關係無？你講有關係嘛有關係，講無關係嘛無關係。有關係是因為2022年裴洛西來台灣的時陣，因講要對台演習嘛，因就要東部戰區就講要發射16枚導彈嘛。要央視就公布16個佇倒位嘛，咱台灣偵測到時間11枚嘛，有枚的飛彈無去啊，小紅唔知倒去嘛，所以開始2023年查啥物？查這最後火箭的軍工產業嘛，過來就查啥物？火箭軍嘛，規個團滅嘛，過來查啥物？迄陣就講有一條線，查到2017年，迄陣負責裝備的。位置嘛，10個分嘛，就是講張幼俠頭前個攏無代誌，尾後有代誌，所以李尚福甲魏鳳和攏掠去啊嘛。即嘛掠去火箭軍的那種清洗，火箭軍就是張幼俠的人，這是因為東部戰區演習導成的嘛，所以張幼俠就開始到東部戰區嘛，何衛東、苗華這種講清去嘛，清去了後，你看因舊年清去一定反撲的啊，無你講要劉振立是負責參謀作戰系統的，伊這個那有什麼關係？就給講一條線。你講張生明足神奇的啦，伊佇高博雄的時陣，伊是高博雄的人，伊忘了去，伊無代誌。係啊，我就感覺伊的角色真奇怪。係啊，即擺來你講你是要張幼俠的人，張幼俠了去伊也無代誌，以前無代誌，因為伊負責的就是紀委書記啊，伊佇解放軍內底，伊這副主席是負責紀委書記。伊人講有一說是講，伊過去攏無掌握着實權，人講太監共款。無啦，伊有可能負責寫報告。寫報告，伊咧還是講伊自首的，講我有啥物資料的嘛，所以伊大概伊幾啊屆攏無代誌。就是講
抗清算的人，攏甲攏無關係嘛。所以這屆就是講，這屆如果汪老師在講來講，這屆了這個剩兩個，拄啊一個負責就是習近平就是什麼，伊就是軍委會主席嘛，伊總負責嘛，啊老一個什麼紀委書記嘛，做秘書啦。無紀委書記負責叫咧倆人的，負責倆人的嘛。啊，所以這兩個系統拄啊好，接下來就是無這個軍委，有夠用啊，係有夠啊，就是兩個系統落啊。啊，汪老師，是，咱咧講吼，以前毛澤東有講說，這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對，吼，我的火槍裡面出政權，到底伊的部隊是安怎來安排？無聽野槍的人，愛聽這個算政治的人。因為中國共產黨吼。長期以來就相信一句話啦，黨只為槍吼，啊槍桿子出政權，所以黨最重要啊。所以不管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甲習近平吼，因個上重要目的是愛甲這個中央軍委會的主席落掉。你若無這個軍委會主席吼，你就無倒這代志吼。啊，還有一個例就是迄個江澤民傳到迄個胡錦濤嘛吼，啊江澤民落來了，佫做2年的迄個軍委主席無放。所以胡錦濤第一年的5年哦，前2年攏愛聽江澤民的話，就是講江澤民的勢力足強的、足大的。所以即馬習近平要清洗這種軍隊人馬，不只是江澤民的人馬、胡錦濤的人馬，佮這個張玉祥的人馬，攏咧清洗啦吼。那麼我感覺強調一個問題是講，大家感覺講，哇，伊清洗遮濟人啊，敢會甲軍心動搖？其實2013年，伊開始做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甲總書記，伊培養偌濟人，帶來黨，帶來警，帶來軍。那即掛人，譬如講軍方種的人，啊14年來，嘛有誒為小校、中校、大校、小將、中將設計，所以即掛人是伊上重要伊個北骨，就是講伊迄個背景。新北啊，新北啊，即個人會慢慢出現，等咧21大哦。啊，另外一種咱當你講張幼祥來敢做這個代志，因為。張幼祥是軍人嘛，伊拍過越戰，1979和1982的越戰，伊有這個實戰經驗，吼，啊，伊閣是對軍中為基礎啊，入去兵營出去像這樣的，所以伊有這個實戰的經驗。啊，某程度伊咧看習近平，感覺講啊，你文人嘛，你捌啥？你看我武，我嘛看你噗噗。啊，所以伊咧做啥物代志，甲政府的代志，甲迄個總參謀部的代志，或中國裝備部的代志，伊做這代志，啊，習近平敢毋知嘛毋知啊。所以習近平感覺講，啊，安尼擱變落去了，未來敢會甲超越伊個軍委主席，所以伊要做這種方式來準備吼。那麼咱拄仔你講，伊即個清洗吼，啊，剩2個敢袂要緊？啊，其實咱嘛有即個思考，就是講，因為伊明年要換屆嘛吼，啊，這年會使好好來思考有啥物適當的人選，那麼伊要慢慢來補吼。啊，上條是感覺講，伊要確定習家軍，伊一人講就算，啊，你才有法度統一。黨政軍哦，那我哋咧開玩笑講，習近平啊看到迄個普丁，看到迄個川普，還是看到金正恩，伊會感覺小羨慕嘅。為什麼？因邊啊，有軍委副主席、軍委會無啊？你看美國總統川普徛喺遐，啊參謀長李登輝徛喺邊啊，嘛聽伊話啊，啊拍就拍啦，無愛拍就無愛拍，啊要加稅就加稅嘛。所以這才是正常嘅一個國家。總統制個現象，所以習近平有咧想過講未來嘛無需要再連載來甲伊到競爭，啊伊這樣嘛黨總書記，伊這樣嘛國家警，伊國家主席，伊閣是軍委主席，安尼就有夠啊！伊怎我都貫徹伊要做誒代志吼，所以我感覺咱即擺愛看是講伊2015年到2019年誒軍隊改革，甲即擺甲2000年其實伊建軍100年嘛。所以伊要做另外一種準備，也就是講，2015到2019是個上層機構做調整，哦，那個中央軍委改變，聯戰總指揮，哦，軍機轉戰區，即馬戰區開始改變修改，甲中下層的都是改變，甲2027年，刷到甲2035年，這個階段是最重要的階段，因為伊2053年起就講，我即馬要甲軍隊變做哦，我招之人來之能打，嘛打能勝戰，就是講伊要有這個實戰經驗，要有法度甲美國拼的這個軍隊，伊就要做這個代志吼。所以2027年伊會建軍100年了後，甲2035年，伊一定要甲伊的航空母艦，不管是3、4，攏甲重建。
伊的第5代、第6代飛行機，吼，甲伊的潛艦攏衝出來。到時我都在咧東亞第一島鏈，甲美國甲趕出去。啊，再我都實現2035年到2049年的世界一流的軍隊，這是會望伊要怎做。所以2027年無聽到不但是21代中共的戰法的改變，可能伊嘛對伊軍隊現代化做另外一方面的改變。愛對台灣出手。袂，因為袂為台灣出手，就是講，我感覺講，我嘛要表達講，伊的對台政策吼，不管是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或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這個步調伊是袂變，因為用戰爭當做一個工具來逼壓台灣，接受九二共識都夠啊。伊甲台灣封鎖、甲圍堵，吼，甲咱無法度動，甲美國勢力拍出去，伊就法度大家無敵。因為對伊來講，要拍台灣，隨時會使拍，會使威脅台灣，看要哪拍。不管你用飛彈，還是用封鎖，還是用其他方式，攏會使甲台灣從啊，互你擋袂掉。啊，主要是因為咱甲美國關係、甲東亞其他關係非常密切，所以伊要處理這個問題，伊先愛甲這個因素甲排除掉，才有法度處理這個問題。哦，所以我感覺講，伊即擺照伊的步數，用武力來阻止台灣獨立，用武力來逼迫台灣來投降，來甲伊談判，這是個戰略。乃在以不戰而屈台之兵，迄是上上之策。所以武力的建設是一個目標，一個計劃，是要讓你知影講，我會使用，我無會用，啊，看你要來甲我講啦。就是逼迫咱台灣愛甲伊講，啊，當然嘛是要逼迫美國無法度插手。老師，我還是講翻一句話，伊安尼武敵武到安尼，遮深入就武着，伊難道攏袂算講哇？我安尼這個軍隊安尼。若要元氣，像頭仔任俊所講的，那元氣要恢復，迄真久呢。我感覺元氣要恢復，這是一個過程啦吼。因為伊即馬宣布開始對這兩個人依紀依法，按照記錄、按照法律來處理這個問題。所以這個問題講各咧討論當中，還未定案。無啥就李尚福啦，是苗華攏結束啊。還未定性，還未定案，還未，只不過咧調查，無聽到1年，無聽到半年，無聽到結果是無代誌，無聽到最後結束，無可能無代誌。所以伊即擺是進行當中，還未決定講伊來處理啥，因為過去迄幾啊，因的軍職、因的黨籍攏去用提調嘛。係啊。啊，即擺。迄個張又俠是政治局委員，迄個委員就雖然姓名擱低個，但是還擱低個咧，擱低個。伊迄個所在攏低個。雖然這敢正常？無，伊喺等到迄個中央委員會才取消。對，伊迄毋是講要取消就取消，所以伊掛佇遐就是袂出來開會啊啦，已經無重要啊啦。哦，但是陳老師，伊個寫甲遮嚴重咧，到當。安尼敢會講半當一當了，講好啊，呼呼的無代誌，啊歹勢，是咧，敢會安尼？不，上濟啦，就是講你無行，可能你無行關起來，哦，然後可能還你會使安養老年，你不需要關在監獄裡面。要講你講伊要恢復實權，過去中共的歷史無這種例子啦，無可能啦，好，所以其實真啊，我是剛剛講真啊，你要觀察一個現象就是講，真啊，你中國只剩4個上將底，你30幾個上將職缺，竟然漲起來4個上將，你什麼時候要補？你補人補起來，你才代表講你的軍心一定有足夠的穩定啊！你哋無補人，一直都以代理，啊下骹的人都已經要搶這個位嘛，啊大家攏想要搶這個位，啊你軍心哪有可能會使穩定？好，然後你的作戰指揮體系，你也無可能會使講有一條邊的這樣子的一個完整的指揮體系，好，所以當然啦，我有人講可能幾個月，甚至有人講幾年，還是講5年，吼，伊才有可能講將伊會使，吼，這個軍心會甲個穩定起來，然後作戰體系會使甲伊吼鞏固起來，吼，啊，這我也唔知愛偌濟時間，這要看習近平伊目前伊的權力的狀況，好，因為我是剛剛講，你也是講短期之內，你無將這軍心穩定，然後將你的這個作戰指揮體系緊甲伊講完整起來的話。基本上我無相信你講，你習近平你敢派部隊去拍咱台灣啦？你部隊派出去，你派出去部隊叛變要安怎？因為你真正講唔知影講到底是啥物人才是你習近平會使重用、會使信任的將軍嘛？到這樣看袂出來嘛？
到底你這習近平你也在重用信任的軍事將領是啥人？到現在看不清楚哦。你張生明你是軍紀委，張生明已經斬你沒涉及作戰體系啊。啊，另外兩個上將是去年12月在升的那個東部中區跟中區的戰區的司令員。那你30幾個職缺，你只剩4個上將。我們講你這軍隊被他怕長。來，林主，你也帶去部隊哦。你認為這個情形對伊來講，伊是頭毛的小，還是講袂使？我一定就是愛安尼處理，無安尼處理我袂安心。我換一個角度你來看哦，都習近平伊上任到今嘛，老實講哦，伊拍一個招牌，你若是小貪呢，我就甲你抓，對無？你若是亂舞的，我就甲你抓。10幾年來到今仔日。佫有這款人講，我習近平佇我頂頭，我嘛硬要甲你談，硬要甲你舞，這機會有偌大啦？因為大家攏知影伊的手段足殘忍的嘛，哦，毋是講像迄金正恩講要甲你炮決一下，毋是，但是伊即馬我要甲你掠，我就互大家攏知。所以為什麼10幾年到今仔日，佫有人會安尼做？我感覺這是一個問題啦。所以伊到底是這個人是因為真正小貪？哦，真正講收錢哦，你即擺互我錢，今仔互你做部長，明仔載互你做秘書長，啥物不要張來張去啊？那遮簡單的問題，也是其實有另外一個因素，必須這個習近平必須講哦，不管你安怎，我一定要出手。我感覺這是伊一個問題，跳出這個所有講軍權到底你想的這個手頭的一個問題啦哦。另外，佫轉過來就變成講。大家你看20代啊，甲19代上大的問題差別是，你講對台海的問題啦。19代時，當初是伊用的字眼吼，伊的眼伊寫的方法是講愛拍贏戰爭。20代是改啊，拍贏局部的戰爭。你若閣轉去看1993年的時，中國提出來時啊，伊講愛拍贏一場。高新科技科技哦，雕架下的局部的戰爭，伊直直轉變。但是當初是1993年的時，大家唔敢認為講你目標無出來嘛，對無？你哪知伊的科技走到什麼程度？2027年的時，伊即馬講伊要基本上要實現所謂部隊的機械化、機械化。2035年的時候，愛實現全面的現代化。所以你講，你到20代的時，伊好像甲你講一個講，我要愛有拍贏局部戰爭的能力。對習近平來講，伊即馬武家的、掠家的，你要安怎去拍這個戰爭？當初是伊改變這個講法的是，有人認為講，習近平可能會改變伊的方法，伊無要全面甲你作戰嘛，伊無要全面甲你開打嘛，可能干啦？可能伊別個方法，比如講，即馬大家來看講無人機、哦電子戰、哦這物件安尼，去甲你干擾，去甲你創。但問題就是講，習近平伊若今仔日要決定講，咱拄仔講來甲這個內銷轉做出口安尼好啊，伊的部隊會真正聽伊的嗎？敢有可能真正講聽伊的好？你要安尼做，我使命必達。你軍令下落來，咱大家攏照這個目標去做。伊若做袂到咧？伊若是無法度講，我即馬下一個決心的是下骹的人都甲你講好，阮即馬缀你行。若失敗咧，咱正才看一個委內瑞拉嘛。講伊外強拄外強，用中國的啥物武器啥，一下講啥物無啦，迄馬杜羅邊仔是去用收買去啊，講啥物武器甲你關起來。今仔川普甲你跳出來，啥物關起來無啦，伊有佇用啦，是互我干擾過去。所以我感覺對習近平來講哦，伊即馬特別處理這的人。雖然伊的名義是講，我即馬是講哦，你的什麼手機問題、手法問題，要甲你處理，調查可能會無代誌啦。咱正經看中國官方真濟人嘛是常常無去，2-3個月傳到阿彌陀佛去啊，講這個可能去用掠倒去，放甲帶去，常常倒一工佫走出來，外交部一個安尼嘛，常常走出來，大家講無代誌，對。問題是講對習近平來講，軍權是伊即馬會使掌握上大的力量啊。你不管是要對美國，你即馬要對台灣，你軍權的部分，你無法度互大家攏聽你的，你要安怎去穩定？
所以我是較本人，我個人是較好奇，講為什麼10幾年，習近平伊即馬甲大家講，你即馬貪的要怎麼創啥，我一定甲你掠。到即馬，閣有人因為即款的罪名，而且你看伊的名，伊拄頭去的是對迄個政府的官員嘛，哦，什麼省市的迄款物件嘛，伊即馬開始去處理嘛。即幾年當的攏是軍方呢，厲害攏毋是細，攏毋是迄細粒的，係啊，你講什麼大校迄款細卡就煞，因為無的攏將軍的啊。啊，為什麼到即馬閣以即款理由？所以我認為伊對軍方的掌握其實毋是講介入。我當然同意老師講的，講伊可能飼真濟人，大家伫遐等嘛。但問題是，遮個人看講，我的學長今仔日去哩啊，明仔載落來。啊，到我去，而且這種物件吼，人的這個關係真複雜。我一方面甲你好，我嘛一方面甲伊好啊。啊，我甲伊嘛有關係，所以咱咧看咧軍中的人士，我有當時看啊，灰煞煞。毋是。咱台灣的軍中人士哦，不管安怎講啦吼，咱閣有一個叫做學長學弟啊，咱軍方有一個叫做級別嘛。啊，你即馬到你這個級別到啊，升理一般咱咧考慮臨時的時候，像王老師哦，對軍方足了解。一般來講，你要叫這個人做部長，要叫這個人做總司令，伊會去考慮這，我會去考慮這。但你看即馬習近平伊考慮，伊敢有甲你考慮這啊？啊，對軍方的來講，一個去哩以後，你後壁要安怎？所以我感覺伊的軍方的設定的這個掌權的部分，甲咱台灣是完全無共的。所以台灣為什麼你今仔日敢講我即馬軍隊是為國家的服務嘛？因為我一個體制，伊袂去因為你什麼人起來以後，大幅度去甲你改變啦。當初是我會記得咱台灣軍方上大的改變是阿扁啊啦，阿扁啊當初是為着要救所謂台派將軍起來嘛，所以有時甲學弟救起來，學長就無啊嘛。啊！一開拄頭啊是有幾年有這個問題，但後來慢慢啊，對蔡英文做總統以後啊，大家都俾這個部分互你正常嘛，哦，啊，互你正常過來。所以咱的軍方的問題，甲伊上大的無共是，咱無即款講哦，啥物人頭家換去啊，咱明仔載就無去啊。啊，就算講頭家無換，我明仔載嘛會無去，咱無即款愛煩惱的物件。所以我對感覺就是講，伊今仔日若是軍權的部分，伊會。到即馬10幾年來，閣以即款理由講，你即馬閣你下骹咁樣睇，你安怎去想講伊個一個國防部的部長是會使講我摕錢去甲你買？不管是共產國家，還是咱一份來講，我感覺真歹去想即款問題啊。我先你解釋一下啦，因為18代孫吼，王岐山咧打貪吼，迄陣就是咧拍政敵，消滅不江派啦、團派。選擇性。嘿，啊，但是所有大陸官員攏知影講，我今樣了就是我衰啥物。我派的行了無共線，伊攏感覺，伊袂感覺講，大家攏會了着，伊感覺講我想我多衰小，我去夾着這個派系，大家攏貪着對啊，我都衰。啊，即擺來20大來無共款啦哦，為什麼19大攏無咧抓人？20大現在無共，因為習近平改變方式啊，要先起政治局委員有無？習近平採用面試誒，伊家己面試，30幾個攏一節面試，啊，這人攏變異人啊，啊，這變異人就是講無迄個派系對習近平，但習近平下骹。蔡奇的派系，何衛東的派系，張又俠的派系，基本上大概要21大，大家開始要卡位啊。小派系的卡位就是講我在檢舉，我在檢舉我在北去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講唔拿軍呢，你看做些部長啦、省委書記攏掠去啊，為什麼大家攏要卡位啊？為啊咧？為着21大要搞啊，所以大家卡位就是講，基本上我來檢舉你有貪污嘛，較早是袂，較早叫共犯結構，大家講你有我嘛有。所以洪老師進前有這。馬水兄啊，去用消失去啊，消失去，係啊，嘛是因為這個因素。攏是因為攏當時大家檢舉嘛，因為你有可能會背去嘛，即嘛。講伊家評議員，即嘛20幾個對無？這20幾個就是未來會升去變7個嘛。啊，即嘛20幾個下骹家己。大概收大啦。對，啊，蔡奇一定要家己人背起嘛。我較好奇是安尼啦吼，一般檢舉哦，咱老實講，真濟所在人有，咱國軍內底嘛真濟去檢舉來檢。烏函檢舉嘛，係啊。但是檢舉以後，我受到檢舉，一般來講先調查，若有我才掠人。我感覺伊即個較奇怪的是，你受到檢舉，我先掠人。我隨處理。我掠人不管是安怎啦，因為馬上有一寡傳言是講，因兩個人私底下拼來拼去，這個傳言毋是一個人、兩個人在講。是連國際媒體攏開始報，所以對習近平來講，這種外口聽到這個一個時間點，就是講，比如講，今日知影張又俠夢咧啊，
我一定要找習近平嘛，一定咱兩個關係嘛，我一定要當面要帶你解水嘛，一定係解水的，一定大細聲的嘛。如果有可能種情形啦，如果時間點的順序啦，同意。過來就是講習近平，你帶你對方就講哦，你就是未經報。較早李尚福嘛，才講你未經報美國啊，這種個就是講最罪名，大家感覺種國家安全，對，莫須有，就講這個時間點，咱你看時間點，攏愛在順序愛在調整好些啦。我感覺可能有發生，但是時間點是什麼情形？所以安老師，所以進前嗰啲講嘅翻查咧講中央議事協調小組，即馬聽講啊解散，這是真正有存在還是？伊即馬定嘅是叫做中央議事的工作條例啦，但是講即馬伊咧決策就是講小組咧決策，啊小組決策是小組是無人的哦，是各個部會人叫我來，啊無迄個工作，啊你若習近平未來伊若無咧做這總書記咧，就變亂去啊！即嘛是因為伊個人的關係啊，所以講要在工作條例要在定好勢啦，伊是要講工作條例，毋是小組啦。所以其他的人就講無啦，即有一寡退休的人啊，要來參加啦，創啥的呢？迄攏毋是。伊較早伊退休的人啊，是這元老，伊就是有一條罪叫做妄議中央，就是你袂使妄議中央，迄毋是對老百姓講的，是咧這元老大佬講的。就是講你食飯啉酒，你咧罵習近平，你就是有罪啊！你叫妄議中央嘛？啊，那30月有迄個西柏坡迄種會嘛，袂使妄議中央。袂使啊！你大陸攏袂使，所以大陸攏是攏愛。但係這就真奇怪，這就變做中國的這種大家攏愛遵守的文化咯。啊，這會遵守的文化是驚死，還是講無？這吼，咱袂使安尼破壞，咱若是破壞，咱的中國共產黨規攏滅黨去。所以伊攏一直講兩個維護，兩個那個嘛堅持嘛，就是攏愛支持習近平嘛。絕對忠誠不絕對，對，絕對忠誠不絕對啊！來，王老師，你安怎看這個問題？因為2007年吼，迄個解放軍部嘛有寫一個代志，就是講，愛有3個維度啦，就3個維護啦，就從第一維護黨中央的權力啊，黨中央的權威啊，第二愛維護核心。啊！第三要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吼，所以你估這三維護你來講是為了黨、為了警、為了軍啊，習近平一個人來統管這三個代志，黨政軍一把抓哦。所以習近平為2013年伊思考就是講，我未來要哪甲伊的執政，不是干1年、2年、3年，甚至4年，所以要做一寡調整。所以2019年甲憲法改變，伊會使國家主席會使無受到2年的限制，佫繼續做伊嘛。所以大家咧開講伊是獨裁者嘛。伊早就來講伊要獨裁啊嘛。啊，政獨裁、黨獨裁，啊軍也要獨裁。所以伊甲迄軍委副主席啊、軍委委員拿掉，迄是就變做真自然啦。那麼基本上大問題就是講，因為伊是一人之上嘛，敢若古早皇帝，啊古早皇帝是變來教育伊的群臣呢，伊就互因做派系嘛，啊伊來做老大，互恁相加，我來主持嘛。所以拄啊，咱一個老師咧講的吼，不管是易中強落來，因攏有派系啦。上下是我來決定什麼人去，所以伊免驚講無人。所以拄啊，有人咧講，林前你講啊，講遮濟人感覺軍心散發，以後軍國是要哪去，迄免驚啦，因為。即個人來走，你才有機會嘛，才有機會去嘛。哦，真好啊！對啊，你若無走，你哪有機會啦？即馬啦講欠遮濟軍委委員吼，甲副主席，無條以後的迄個戰區的司令員、政委攏會改變。吼，另外一點就是講，大家咧講即個人啦，中央軍委，即個人攏無去，要戰爭。其實，伊2095年甲19年就講戰區主戰，5個戰區主戰，所以。各個作戰計劃準備，攏在咧戰區咧準備好，所以東部戰區負責台海，南部戰區甲迄個北部戰區負責兩個方面，所以大家攏從話，伊這戰區的設計嘛是仿效美國，美國嘛有北方司令部啊、南方司令部啊、印太司令部啊，哦，所以伊要仿效美國來做這代志，就講以後要建設一個人民解放軍會使拍、會使戰、會使贏。這是上重要的哦，其他攏無重要，所以過一年咧就知影講伊的想法是安怎，這是無可能改變的代志，就是講，互下骹派系平衡，伊才有得主導，不拘軍
動嘛共款，靜嘛靜嘛共款。我講一個咧，咱咧九三大閱兵吼，啊，你知影徛喺邊啊做司儀，宣布講開始閱兵，哦啊，請迄個習近平講話，啊，最後結束放好兵歌，迄個司儀什麼人你知無？李強徛喺邊啊做司儀，啊，你就知影伊個權力偌大啊，所以無人會挑戰伊啦，因為伊要比毛澤東更加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歷屆迄個主席。啊，這唔就敢若造型共款。對。但是這制度本身有一個敢若 magic， 有一個 magic， 敢若魔力。魔力，對。啊，大家安尼強，啊，但是你講造型，伊毛澤東甲鄧小平比起來，伊是上無個人魅力的。對。但是伊嘛是台上最個人吧？應該安尼講吧。到目前為止，這上殺了遮濟人。而且我認為講，伊點嘛來講，政區去負責啊。當然，伊要比較美軍嘛，這會使同意。但是美軍對於這個做法是上尾迄個決定者是啥物人？習近平。